这是我们公司送给小朋友的礼物，你看，很好玩的。欢迎登机，里面请。欢迎登机。哎，小朋友，欢迎登机。小朋友，欢迎登机。欢迎登机。欢迎登机。surprise！ 麦克张，好高兴见到你啊！是好大的 surprise， 欢迎。里面请。欢迎登机。欢迎登机。小米豆，你看，飞机正在起飞呢。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好害怕。小米豆，没事的，我们现在只是在爬升而已，等一下飞机就会平着飞了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妈妈。小姐，你过来哄她一下吧。可是现在安全带还不能解开。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好害怕。你别哭啊，不要害怕，没事的。妈妈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我要送这边。你平时都送那边的。我就喜欢送这边，怎么样？牛大将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还有上飞机你就这样。我玩具啊，玩具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米豆啊，他扑到旁边的乘客都投诉了。哎，牛大将。找到了，小米豆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公司送给小朋友的礼物，你看，很好玩的。我不要，我要我妈妈，我要我妈妈。小米豆，你忍耐一下，等一下下了飞机呢，就可以见到你爸爸啦。我不要跟爸爸住，我只要妈妈。我不要我爸爸。乖，妈妈，小米豆乖。我要我妈妈。先生，纸巾。好，谢谢。给您纸巾。小姐，给您纸巾。纸巾。雨珊，雨珊，雨珊。给您纸巾。先生，纸巾。好，谢谢。雨珊，雨珊。先生，请不要打扰乘务员的正常工作好吗？我来找你的。啊？纸巾。给您纸巾。纸巾。纸巾。给您纸巾。大江。你帮我去逗逗小米豆好不好啊？我好累哦。哎，不要，我自己都够烦的了，我怕一见那小孩哭，我就想揍他。你烦什么啊？你又不要带小孩。是啊，我想我儿子的妈妈就要跟别人跑喽，哼。你说什么？乘务员，你们厕所的门怎么打不开呀？我们都等着上厕所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您先回座位，我马上就来。什么？怎么样？门没坏，肯定是有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。谁会在里面啊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等等。哎呀，是小米豆。小米豆。小米豆。我要妈妈。在里面吗？小米豆。妈妈，小米豆，快开门，小米豆。我要妈妈。小米豆，我们下了飞机马上给你妈妈打电话，你赶快出来好不好？对啊，给你妈妈打电话，你快开门。我要妈妈来接我，我才出来。这怎么办？你想办法把小米豆弄出来，我开员工厕所给客人们用。小米豆，小米豆，我一块儿去。小米豆，小米豆，你听我说。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。你听我说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有没有了妈妈？
是爸爸把我养大的，我几乎每天都要跟他生气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骂过我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我受伤的时候，我要妈妈。他帮我擦药；我哭的时候，是他安慰我。还有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都会讲故事哄我睡觉。所以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爸爸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。所以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会比他更爱我。所以小米豆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爸爸是全世界对你最我身边。哎，我们去吃汉堡好吗？跟阿姨说拜拜。拜拜。谢谢你啊，小米豆，来来来，跟爸爸走。拜拜。拜